决策是鹦鹉，本帅两位新传功。行政命于此公瑾，乃泸州庶臣人士，在武后驾迁为臣。官拜水军都督，奉命统兵破曹。晋封刘玄德派孔明前来点火引敌，我观此人计划计谋，是我之上，若不早知，必是江东之大患。来，有不待父亲而战，不待父亲哪吒。见其从小汉，文王舌头流，参见都督，待父上礼，谢都督。孔明安在？现在帐外，是我有情。尊得意，有请知国先生。请问先生，军行之计何时大现？兵马未动，自然是粮草先行。哦，粮草先行。是啊，粮草是要紧的呀。足见高义，足见高义。先生，都督，昔日曹操心伤，袁绍兵多，而曹翻身上阵，应用虚有之谋，先断吴朝之粮道，然后取胜。今曹兵80余万，我军不足如
先生亲临前往，得令臣公在先，告辞。臣乃是明知周郎薛道济，佯装家宗，不知情。阿都督，为何大用孔明节粮，是何意也？大夫，我欲杀他，恐被天下英雄谈论，故借曹营之手杀之，以止后患。哎，你可听他讲些什么？速报我知道。哦，尊得命。就问曹操，关其人之良道，举铁山必有重兵把守，孔明此去，必被曹兵所杀。孔明那孔明，你中我知其也。他笑曰：“吾闻江南童谣云，福禄八官绕自己，临江水战有周郎，功德于碌碌，但能福禄八官。公瑾自系水战，不能陆战，怎记得我？水战、陆战、马战、车战，不计其要，不受天地人生，不计周郎，不计水战。”
两头，原力准会。是，这是糊糊啊！孔明那孔爷，若不杀你，是不为人也。高明的很呐、
客气。不是啊，贤弟的一心可大呀！你太细了，我倒多疑了。掌中虚话，江上4两牛，军中会不知，众将请得着。众将听到。参见督后，见过江心臣。将军，众位将军，安去草
你我弟兄同传修业之事，并不曾挽留今日哟。弟兄的刚才是不为我，子义兄将大丈夫之事，各于知己知之，外托君臣之意，内结不伦之亲，言语听，其必从祸福共之。假使当年宋齐可比群英魂呀！哎呀！真不是群英魂呀！不义，可以大悲，义不公。来，贤弟酒乃沧海之量，兄弟酒万古之趣，一不忠不孝，三公足矣。
贤弟，你要来呀？我就来呀！我将就你。周国令，王公府听令。哎，今晚3更时分到我之帐中密报军情。报为什么？夫人。他，命！
想想才过长先帝公瑾睡着了，长官看来。想才过张云晚上都督，我本想草非同是路，破例时而今已钻过军困于寨中，难得其面，竟向曹泽之手先于麾下，早晚人道便有滚报信，不见你先此进来府。哎呀，丞相啊，你好险啊！
此路无然本动大事，行军多年，凡事出得错路，还不快好，走去。老马昏庸。人权自由，还好水中了，细血不曾问他听见呐，但我托也难睡了吧。下杀我也！看到了不进一步，到江边去享受骑马长途。谁了？来，东主醒来！大夫，为何如此？待下吧。江干果然将士盗走了，未必啊！看那
话令人心难。参见丞相，有何奖励？老夫杀你二人兄长，何有怨恨？他二人任务军令，战者无愧。如今大江大河，南通消息，若命你二人诈降周郎，何愿去否？我二人情愿前往。莫怀二意。我二人家眷现在朝廷，也有二意。快请进！谢丞相。若能成功，另有升场。去吧！可以。此别曹丞相，诈降小周。
打中了都督借刀之计，杀了蔡墨张云，水军头领换了毛家御禁长官，岂不是一喜呀？哦，那曹操观着我之计，杀了蔡门张云，水军头领，换了毛家御禁长官了。真是。哎，我破曹营水军了有意，了无有意。大夫，我想此事满营将官不追，祸患有之，唯有那孔明。那孔明嘛，谅他不追呀。谅他不追，谅他不追。请来说话。哦，是。有请知国先生。
范先生建造10万只狼牙，以为营地之用。我想此事先生了无推辞的了。都督恩用，两子当效劳，亲贤义气。朕贤妻们，要造10万只狼牙剑么？少不得一点。半月可成。半月多了，半月不多。10里可完北方。那曹兵将至，若何10里？岂不误了都督的大事？还多10人还多，10人不多了。7里再不少的了。还多7人还多，恐你造不起吧？先生，你自限过日一起吧。是啊，先生，你自限过日一起吧。3天足矣。 3天也能造起10万只狼牙剑呐3日见你。远当之礼。先生，这惊不喜也呐。是呀，远离京庄。这金牛长离不得，先生，你这金牛长离不得，军状金牛长离不得，完了，大夫，3日后到江边搬剑呐。搬剑呐，我看搬你的尸首吧。好了。 将他2人活在你的帐
怎能容天下邪事？还与我走了，去。哦，是。哎呀，天真，他二人分明是诈，我家都怎是事？哎呀，这，有了，后面去之花艺，本我匡明先生便知明白，真是真假难分辨，好歹也要分知一。自己平日老实，今日为何这等乖巧？老将军还在，此后怒吼，可知他二人相依为何？他二人乃是诈降，怎经的是诈降？不待家眷，岂不是诈降？哦，不但家眷就是诈降，真是老将军高见，夸奖了。谁乎啊？谁乎？本君有人诈降我东吴，我东吴，就无人诈降啊！他
事情，你替我担的是什么忧啊？我来问你，啊，昨日你在帐中跨向海口，3天早起12只狼牙剑，我来问你，你的剑在哪里啊？我怎么不替你担忧？怎么不替你担忧啊？啊，还有此事吗？啊？怎么你忘怀了不成？哎呦，我倒忘怀了，他说忘怀了，哎呀，他都忘怀了。大夫啊，我们算算日期，算算日期，昨日、 1天、今日、 2天、明日， 3天拿来要什么？剑呐？我一直也无有啊！怎么你一直也无有？我一直也哎呀，他一直也无有，哎呀，他一直也大无有。夫，你要救我一救啊！你要救我一救吧！他一直也无有啊！先生，我倒有一拙见在此。有何高见？你倒不如驾一小舟，逃回江下去吧。我奉旨之命，我的将来同心吐草，日今寸功为力，把这么业你恢复我之都不得。怎么走不得？哎呀，他又走不得。哎呀，这。先生，我倒有一个干净绝了的好主意呀。有什么干净绝了的好主意呀？你呀，投江死了吧！蝼蚁上天，贪生为人，谁不随命？你救不了我，反倒要我死，你这算什么好朋友啊？我叫你走，你不肯走；叫你死，你又舍不得一死。这不是叫我露宿替你为难了吗？大夫啊，大夫也救不了你呀！借东西呀？不用借，早就预备下了。啊，预备下什么？no，受衣受罚，大大的管我一口。你死之后，将你陈列起来，送回江夏路露宿交朋友，也不过如此了吧？你怎么就咒我死啊？你会想
且将来。快传20支，有速讨天丹，亲不长满，锣鼓传分，每船上30名水兵，为酒一席。啊，这贵酒则甚大？尚是到了州中，我要饮酒去落啊！哈哈。3日无节，我看你是饮酒还是去落啊？办呐，办呐，办呐，办呐！
下如何去的？要去你去，我不去。来来来，大梁扶手，我下去了。慢来，大夫。船至江心，龙不知岸，你下不去了。船到江心，龙不知岸，我下不去了。下不去了。你便怎样啊？你我还是吃酒啊？还要吃酒？吃酒吃肉啊！诸葛亮啊，怎么样啊？我鲁肃待你不错啊。本来你不错嘛。你怎么临死还要拉上我垫背呀？我也抗旨来了，吃酒也是死，不吃酒也是死。今天我盼着我这条性命不要，我就交你这个朋友了。来，吃酒啊！大夫啊！奴大夫放官兵是官兵我这里把药物担当你是娘啊！来到曹议，尔等老臣哪些？有请丞相。我是从府之中为那些人，不知为了何故？众目必将敌军骤至，吩咐沿江守御，切莫妄动。丞相，何不乱箭齐发？好，乱箭齐发。箭打船头，臣在不起。将船掉头，尔等高
等只有快传本是指素草简单，轻铺张忙罗无全分。这船上30瓶水酒，四季时分，满江的大雾，吃着草野，雷哭那些马草草，只是都东西主意下什么东西他就没吃到这家里，叫我哎呀，孔明啊，孔明，你真乃神人也呀，算得过活神仙。吩咐真正子查点出有请。哦，是，有请活神仙。山人脚力手不利，先生名字敢也是
你了。阿大夫，你怎么又不服我了？我来问你，我家主公怒责皇盖，你到此那一刻怎么连个人情儿都不讲尽，独自在一旁，怎么亲呐、饮呐、干呐？你一辈子不曾吃过酒吗？不服你了！阿大夫，他们一个冤诈，一个冤言，与我是不相干啊！想着世界之上有冤一样大的吗？呸！我打你一下！他们此乃是一计呀！啊？怎么又是一计？大夫啊！你看。生产
先臣待会一进来，待等驾至东风起，迎接先生回前下。先臣临行之时，密此进来，命安在燕东家子里，见东风一起，驾以小舟，在东湖南岸边迎接先臣还乡，众将官，带马登城去战。
下课，电动兵马在狱中去世，那是的周郎啊，周郎，还将你枉费心机，野生唐军是何难？传我法医，听我分派之。上得参军是大家闭目共审，不可交头接耳，闻令彻杀。是南山人他当不得。
就是善人，将东风记起，一家都督大功成就，好生用兵，善人站不回下口，荣瑞再见，后会有期。我家都督听先生回去，有鸟是相抗。我想你家都督不来容我，必来加害，所以我叫子龙接我回去，孙刘两家共同脱逃，不要伤了我去，你二人回去吧。先生若不回去，我看不罢了。好，不知进退。两公不知匹夫，我家先臣过江，同心破曹，尔等不肯加赏，反要加害，待俺结果你二人心知命啊！不要伤了两家的和气呀！也罢，念在两家同心破曹，待俺使过手段，射断二的头索。少腿，吹奏啊！
当周郎不会用兵，若是老夫用兵，就在此地埋伏一彪军马，我命休矣。按上。
子旗号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丞相为何发笑？二人哪里知道，昔日关云长在我曹营之时，老夫待他十分恩厚。此人素怀忠义，待老夫向前苦苦哀求，倘若放了我们，也为可知。如此说来，不用我们杀了，不用你们杀，也不用我们斩了，不用你们斩了，坐在此地歇歇吧。
家父王在此，你要自强。是，你要去跟他。其父王苍苍人马，只剩118骑，长平100人将。不要。哈！曹操还有118骑，残兵败将，就是118只孟虎。孟某何去？
走了吧。